心有数，因为伊按现性，未变性，所以所思绪的拢都是妄心。所以讲伊妄心，妄心无止息，念念烦恼。所以讲咧，咱若断了，毋是讲断了无好诶，你会烦恼尔。你搁好诶，定定遐咧想，你敢会足自在？袂啦吼，伊若要爱困，结果你咧欢喜讲好，安尼欢喜到我今日去用了食一碗，安尼你咪困袂去。而且嘛，咱讲咱爱放下，过去就好啊，做完后，那么呢就放下。所以讲，我有当时感觉讲，有当时咱会去做唔对，但是无心之过，即使是唔对，你就放下。你后来莫搁烦就好啊，唔对就唔对啊。最快乐的咱去想就对了。你搁想增加痛苦，依住我，你嘛会舒服。所以讲现在来讲，不思先不思后，进入马时，哪个正是平常是本来的地方。你的过去错掉就做错掉了，忏悔一下，就以后不会去犯。那么呢，我们也给他放下。讲句句啊，这个就代志，就感动。那么我们也学习然后忏悔放下。莫有这个定然堪力，安尼咱心静的人，你在学习修行都会有障碍的。所以讲呢，而且修习跟大家来自我上的面对。这样到地区要好些比赛我去等待因为时间交回来，我们就到这里就好。因为或许财师学浅啦，所以讲呢，做这拢是也不大意，因为我们各位青年代表会当多多的体谅，因为也是个多多体谅啦，多筛选啦，若经历伫个咱可以收获会比较好，环境拄着食较歹一个无紧，来若好济经理若当然，你若吸收营养，可能吸收较济，再去研发，提升那一方面的心境，若无法在你就好济个安尼就以上啦最后将咱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以上。感谢助理，起飞前到一出，分到一出，一般向无极岛母亲3公里前到一出，再出，3出，感谢助理，起飞出，分到一出，再出，3出，感谢助理，起飞出。向无极岛母亲3公里前到一出，再出，3出，向前1出，向前20出，分到1出，再出，3出，向前1出，向前20出。前